詳細內容：將軍澳彩明苑對開嘅迴旋處發生嚴重車禍，喺午夜12點左右，一架來往坑口同埋中環嘅692號雙層巴士失事翻側，咁造成1死35個人受傷，其中4個人傷勢嚴重。36歲嘅九巴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警方拘捕。架巴士反咗啊！而家講緊呢個係成架巴士反咗啊！而家出事後，大批傷者瞓喺路邊。消防員由巴士內救傷者。上車先啦！上車先啦！投入！部分乘客救出時已經冇知覺。有傷者情緒激動。住喺附近屋苑嘅居民話，見到巴士車速好快，失事後趕到現場幫手搶救。踢到入嚟呢度咧，就睇住佢炒。咁我第一時間就飆落嚟，一路飆落嚟打電話報警，一路打衝落嚟就救人。見人喺入邊，有啲喺近啲嘅，我就鬥佢出嚟坐度先。出嚟嗰啲手啊，全部都已經冇㗎啦。啲女仔嗰啲係咁噴住血，不停叫佢哋啲家人落嚟啦。我哋全部街坊嚟㗎嘛。當時見到有冇巴士有冇啲咩聲啊？點樣？我睇住佢炒嘅，睇住佢嘭一聲，根本就前後都冇車。巨響啊！好大聲，前後冇車嘅，佢完全唔收油，睇住佢炒嘅。係啊。個司機落車嗰陣時咧，佢仲話仲有啲乘客清醒嘅，仲差啲想打個司機。根本就佢個司機就話地下有油，有咩油啫？喂，呢個樓好多人啊！呢個樓好多人啊！唔理我。巴士上嘅乘客話：失事之後好混亂。個車反嗰時好混亂，就我咧係扶咗啲冇傷嘅，即係輕傷嘅傷者出嚟。車上係咪大部分人都當時係瞓緊覺定係點咧？唔係瞓緊覺嘅，冇瞓覺嘅，係坐喺樹。但係架車反嗰下衝力都大，即係扶咗啲輕傷嘅出嚟咧。係轉緊彎嚟點？轉緊彎嘅，轉緊彎。係咁咯。即係車速都係覺得當時係比較快啲。OK 啦，我自己感覺啊，呢個我自己感覺就唔係太快咯。車無啦啦好斜咁樣插咗落地下咯，即係咁啦。車速快唔快？我都唔知喎，可能佢就插咗落地下咧，我都唔知咯。佢真係快到無啦啦就插咗落地下啦。事發喺大約凌晨12點半，當時嘅九巴692號巴士沿寶順路轉入唐明街時失控，巴士向右翻側，上層插咗入去路邊石壆，損毀嚴重。消防話出動90人搶救，當時有10幾個傷者被困車內，消防用咗20分鐘救出所有傷者。喺事件你嗰個拯救嗰個過程裏邊呢，我哋個困難之處咧就係在乎，因為佢個車反側咗啦。咁個車反側咗之後咧，咁嗰個原本嗰個正常嗰個通道咧就係封咗嘅。咁我哋喺呢個狹窄嘅空間，咁側咗嘅車裏邊咧，嗰啲人咧就發生咗人搭人，咁啲傷者拯救出嚟都有一定嘅困難。警方話死者係一個17歲女乘客，傷者年齡由8歲到69歲。36歲嘅九巴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警方拘捕。至於意外原因仍然查緊。初步認為係咪超速？嗱，呢一個我哋唔可以排除。咁而家亦都係咧，為咗我哋去可以準確去確定呢架車嘅車速咧，咁我哋咧亦都係揾咗政府化驗師咧喺度幫我哋睇一睇喺現場留低嗰啲胎痕啦，同埋撞毀咗嗰啲一啲地方。咁啊，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基於呢啲咁嘅資料咧，去確定佢嘅車速。司機咪提過話個地下有油跡咧，同埋我冇聽過，我亦都喺現場睇唔到有油跡喺度。酒精測試冇問題。令到。警方話司機已經揸咗呢條線18個月，出事時佢開夜間第一轉車，而現場亦都唔係交通黑點。巴士嘅尾站呢就係坑口，而呢度距離下一個站尚德商場咁大約仲有1分鐘嘅車程。無線電視記者方東升報導。運輸署表示關注今次嘅意外，已經要求九巴提交報告。有傷者嘅家屬就話親人傷勢嚴重，批評九巴冇做好善後。經過4次嘅嘗試，喺大約凌晨3點半，終於用鋼索將出事嘅692號九巴吊起。
巴士上層損毀非常嚴重，右邊上層劏開咗，座位完全爛晒。消防員隨即上車，用電筒睇下損毀嘅情況，又利用大光燈協助檢查。警員就在場搜集證據。到咗凌晨5點幾，拖車將巴士拖走。運輸署話會要求九巴提交報告。首先呢，我係要向今次呢個意外不幸去世嘅死者嘅家屬同埋所有嘅傷者同埋佢哋嘅家屬致以最深切嘅慰問。咁政府有關部門呢，對呢件事呢都係非常之重視同埋關注。我亦都知道呢，我哋警方嘅同事呢係會就呢個意外嘅成因呢進行一個呢係全面同埋深入嘅調查。而運輸署呢亦都係會要求呢係九巴呢係盡快向我哋呢係提供一個報告。借先啦，唔該。意外中嘅傷者分別送往將軍澳聯合同埋伊利沙伯醫院。傷者嘅親友趕到醫院，其中有一家3口送到將軍澳醫院。家屬話8歲嘅傷者傷勢嚴重。我淨係見到醫生講，佢啲手嘅骨、啲肌肉全部都爆開咗，個面好多情況都已經有少少問題出現。咁啊一路喺度而家等醫生嘅治療，我哋都唔知可以點樣做，點樣等法。個頭而家好似見到話頭骨都開始爆咗呢啲位置。佢批評九巴只係派公關職員到醫院，只係留低咗聯絡方法，但係就冇再跟進。警方話有重傷嘅乘客救出嘅時候已經昏迷，揾唔到身份證，呼籲市民若果有懷疑親人係巴士嘅乘客又未返屋企，可以致電2305-7500同警方聯絡。無線電視記者蘇敬恒報導。陳亮君而家就喺唐明街車禍嘅現場㗎，係陳亮君啊！咁現場清理完未啊？嗱，大約喺凌晨5點半左右啦，咁工作人員就將架九巴拖走咗。之後就清理翻路面上面嘅油污啦。咁其實而家條路都回復翻正常㗎啦。咁較早前就有區議員嚟到現場了解個情況。佢哋話其實喺嗰個迴旋處轉入去少少其實已經有好多嘅巴士站㗎。咁唔少巴士線如果係去附近嘅尚德邨或者係唐明苑嘅話咁其實都係呢個迴旋處都係必經之路嚟㗎。咁但係就話呢一個迴旋處就唔係啲咩嘅交通黑點。佢哋關注嘅反而係好多凌晨嘅巴士線駛入嚟將軍澳嘅時候個車速都比平時嘅係快好多，咁所以對乘客嘅生命都會有啲威脅㗎。現場嘅報道係咁多啦，交翻俾新聞部。好，唔該晒。